有历史遗产你咋不得？我啥边去挂边晒个的下落，你那个有年能放啊落，一句其他天年你那个装嘛有，啊就落大一十年有年，你那他妈挂边多一那个落，我嘛不多，阿妈咋去挂边多啦才有年，20嘛家家多啦嘛那边，你那他妈挂边多呀嘛亲你光啊你有。花大嘛有，菜吃大嘛有，米多有酒啊，而且那个老大也是呢，多也那个咯啊，我那酒啊，可就是嘛，我嘛不懂我酒啊，有时呢多也里面也嘛大么啊，我那抽不起用啊，我嘛不懂我可不嘛，我平个他妈的有时里面呢，他妈我被天天有多也里边是也嘛大么啊，我那你下送啊嘛不懂么啊，我下那里我在嘛的去。下了几年我挺快了，有时呢我多一年明白俺们，他的俺们也蛮大么，许么提么的呢，拿出来阿里一点下头个呢，一年阿里许多么，许么他妈呢我的，比起我嘛话个来，我票我嘛个是呢我的下头个来被白嘛大么，许么个样么，我讲明年我有呢。手打不呢，今年叫人我呢能放啊咯，明年我有啥么？有人很提醒我呢，提次的嘛点你的么？能放的呢，可点过还把提嘛你放那多么？我嘛不懂，明年我有点嘛俺们提太难的那咯，还人家提你别提你不一点咯，我嘛不懂，有许个干那台，明年我比多一那个咯，我呢特别多一的有，20俺们有点也嘛大。有的也大嘛个嘛呢，20嘛咯。你那个你的抓嘛，酒啊，你那个你的抓嘛，普许，你那个你的乌啥的个大嘛，来我他妈个的那样，木瓜来绣花丝呢，木瓜乖乖有的也大咯，学个干那天呢有的也嘛多，个大也多的么，侬咱们不阿里一干嘛说，侬现个个大也是不阿里一干嘛说。侬画面你嘛多，我嘛不多，你三个你下了，为啥嘞？侬在你那个酒啊，个大人酒啊，他妈话比为啥米也输得多家，为啥米比去瓜多家比三个你下了？为啥嘞？侬在普西瓜，我就个大路别白他娘，普西他妈话比为啥乖，木瓜乖话，侬在修啊那么多个，第一个比三个你下了，为啥嘞？侬在生年加过年个大路别白他娘，生年加过年他妈话的为啥怪这个山区别他的三个你晓得？侬在阿克家嘛，我爸爸妈妈三个大路别白他娘，侬很奇怪个咋多，侬明年我爸爸生年俺的山区大路跟俺的。他的山区嘛话，侬我那嘛他的，明年我爸爸嘛话的，为啥的俺的谁家么家生年么？他的为啥？木瓜来说话都三天别三个人上了，明年我为啥嘞？拿出体有你体有但可大嘛来说嘛，说来过，特别是咱家初步也那么多个，特别是咱家对嘞，我的很多一家那么多个，特别是咱家米多家嘛木瓜瓜树么，特别是电脑话特别读书，特别是体有的体学么，特别是咱家么，特别头说很多生意家不管为啥去都大嘛家了。他去看，你都他花的三个，你晓得？提你叫他阿吉罗大也是呢，侬阿是提有俺俺的，侬在下头个跟那他阿克是讲人提好的俺都我，妈俺娘还把提嘛的俺都，侬在米养我俺的，你有的你我说有几次提把我来修的，你那么呢？你有的为啥来个大嘛？酒啊，酒啊，为啥来有的个大嘛？我啥事啊？他妈话的。木瓜乖乖提吃提爸妈有的对那么多个，喊面是那不咋子把那子的，为啥个去瓜的三个的下落，你那个个大爷都他妈的木瓜乖乖，俺娘下就把那子木瓜来说，俺娘我子的，为啥没你瓜的三个不那咯？